大家好，我係華強北華仔，好多謝咁多位粉絲朋友嘅支持同埋信任。我哋呢期視頻咧介紹下呢款手錶更新內容，同埋未睇過呢個 JD Ultra 4嘅朋友，講下佢簡單嘅參數同埋一啲功能。第一個，我哋就講下我哋嘅更新內容。更新係在手機嘅 APP 呢度，你連接好之後咧，呢度有個固件版本係咪？你睇你嘅當前版本係幾多？係咪更新咗最新版本啊？如果未更新嘅話咧，你撳下呢個去更新就 OK 噶啦。佢更新咗乜嘢咧？因為之前有啲朋友有反饋話收唔到 WhatsApp 嘅信息，呢個咧係已經搞好噶啦。你只需要去更新下到最新版本咧就 OK 噶啦。有冇分大陸版同埋國際版啊？係唔分嘅，即係呢個手錶你買去，無論你係大陸也好，邊度都好啊，只需要呢個係跟你嘅手機嘅，你手機嘅語言咧係咩語言，佢就跟你係咩語言嘅。第二個更新嘅問題咧就係呢個錶盤啊，呢個咧係水果 Ultra 3先有嘅特別嘅錶盤啊，大家可以睇到佢下邊嘅字，呢個係身材，呢個都係身材。第一個咧係編輯，之前大家可能只有一個顏色可以揀，係咪？咁我哋而家有好多顏色可以選擇啊，選擇自己中意嘅顏色啊，背景白色或者黑色。第三個咧可以選擇一啲小程式喺呢度啊，電池、心率、紫外線、溫度、天氣、秒表啊，自己可以校嘅，呢4個都可以校嘅。咁你中意咩嘢除呢個界面咧？你可以自己校除呢個界面啊。呢個係電池啦，呢個係心率，呢個係秒表啊。我一撳落去咧，佢就到呢個秒表呢度啦。天氣都係一樣嘅，落雨啊嘛今日，所以咧佢呢個圖案咧都係落雨嘅標誌，都係好方便嘅。第三個更新嘅內容咧就係優化咗呢啲反應嘅速度同埋使用嘅體驗，就係呢期視頻主要嘅我講嘅更新嘅內容。我做咩推薦大家去買呢個 JD Ultra 4咧？係因為呢個手錶佢嘅工廠咧有自己嘅工程師，同埋佢工廠嘅售後服務咧係非常好嘅。因為好多朋友你基本買咗手錶之後係買斷咗噶啦，你買其他嘅手錶，好多華強北嘅手錶都係一樣嘅，基本係買斷咗噶。有咩使用嘅感覺啊？有咩地方需要優化嘅，都唔會話做得咁認真。呢個手錶咧，佢係一直在嗰度進步嘅，因為原版嘅水果 Ultra 3咧都係一樣嘅，可以選擇其他顏色嘅。佢啱開始只係做咗一個顏色，但而家咧佢都更新咗，有好多顏色可以選擇啦，同埋其他地方咧都係做咗一啲優化噶啦，一直在進步，一直在為咗用戶嘅體驗感，一直在做嗰個更新同埋優化。好啦，我哋就介紹下呢個手錶嘅主要參數啦。佢嘅芯片咧係巨芯 ATS3085S 嘅芯片，呢個芯片目前嚟講係華強北第一梯隊嘅芯片，主打咧就係性能穩啦，同埋流暢度高啦。因為呢個芯片嘅運行速度咧係屬於比較快嘅。佢嘅屏幕咧係用嘅係 AMOLED 嘅大屏。呢個屏幕有咩特點咧？第一個咧就係佢顯示效果清晰啦，第二個就係佢嘅流暢度高啦，第三個咧就係佢唔會背光。背光咧即係嗰啲 LCD 嘅屏幕，佢夜晚睇嘅時候咧，佢係好即係呢個底色啊係粉藍，所以睇得眼啊好難受嗰啲嘅。但係呢個 AMOLED 咧就係睇得就好舒服嘅，而且流暢度高，畫起來咧都係好絲滑嘅。電池可以用3到5日，唔使日日充電嘅，呢個大家可以放心。而且佢嘅心率傳感器咧係天意合心3918嘅心率傳感器，測心率嘅時候咧，佢嘅準確度咧係比較高嘅。如果大家手上有啲比較貴嘅運動手錶啊，你可以試下佢呢個心率傳感器同你嘅手錶嘅心率傳感器有咩區別。
大概嘅準確咧係3個點左右嘅準確度，即係有3個點左右嘅誤差。啊，呢個咧係冇咩影響嘅。連接咗手機之後咧，可以用打電話啦，收 WhatsApp 啦，收微信信息啦，同埋收其他嘅軟件嘅信息。體能訓練啊，運動模式、地圖。仲有第三方 A.P.P 下載，呢個第三方 A.P.P 下載咧，即係可以下載一啲適用於手錶上邊嘅一啲應用，上邊可能有天氣啦、翻譯啦嗰啲軟件在上邊嘅。呢個具體咧就唔展示啦。呢個最美天氣咧就係在裏頭下載嘅。手錶就係咁樣嘅。非常唔錯，有2個顏色，一個銀色，一個黑色啊！如果大家中意呢個手錶嘅話咧，可以聯繫華仔嘅微信或者 WhatsApp。如果大家願意相送華仔嘅話咧，就聯繫我，因為我係冇實體店鋪嘅，我係冇店鋪嘅，大家唔使問我地址。如果大家信我嘅，我就係郵寄過去俾你。第二個咧就係面對面交貨俾你都係 OK 嘅，不過要提前1日。同我約個時間，我攞過去深圳任何一個地方俾你都係 OK 冇問題嘅。包括我哋發貨過去都係唔收你嘅郵費嘅。呢個手錶係幾多錢就係幾多錢，我哋唔收郵費，全部順豐包郵過去嘅。仲有錶帶，仲有3條錶帶，仲有3條錶帶，錶殼啊！如果你需要叫我幫你黐個光滑玻璃貼嘅話咧，都係 OK 嘅，因為佢上邊係有一層膠貼嘅。如果你唔想要呢層膠貼嘅話咧，我都可以幫你黐一個光滑玻璃貼。不過你要同我講，我就幫你黐。OK， 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同埋信任。呢期視頻咧就做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塊手錶嘅話咧，可以聯繫我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視頻，可以點個訂閱同埋點個讚。多謝大家嘅支持。